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孙总统赖清德今日接见华府代表团，强调就任以后会继续维护台海和平，希望美国会当继续支持。电赞公司所让事件设立的负责人高保检方提出控告，高分院发回定裁，裁定负责人羁押禁见。尼泊尔虐待囡仔致死的案件，检方扩大侦办，负责访视的社工，互警方扣手铐上班，以30万交保。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新北一个执法的乖囝仔，透过李学联名的介绍，转去予台北的尼泊尔照顾，却去虐待致死。卫生部今仔专案会议，要求李学联名爱暂停收要送饲的囡仔，准讲未来若要送饲，地方的政府嘛爱介入，尼泊尔资格条件嘛爱严格来规范。最近一个查甫囡仔伫咧等待出养的期间，敢若是互尼姆虐待到死。知情人士证实，这个查甫囡仔本来是外妈伫咧饲，不过因为经济条件无好，只好送人出养。因为阿妈她实在没有经济能力可以再负担这个小孩，所以她早早就有想要这么做。台湾每年平均有2200位以上的囡仔需要寄养家庭，不过出养的服务自接案到裁定流程平均要经过1年半。在过程中需要甲出养人，也就是囡仔的原生家庭一直联络。若是联络袂到，出养的程序就无法度继续。就算原本的原生家庭有这个意愿，不过台湾目前只敢若1500万的寄养家庭是无够。我觉得当记家不能单打独斗，全家人都要有那个向心力。在一个难关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一小孩，你会想说，我们这个难关也不算什么。收养家庭无够以外，还有60成的收养家庭照顾者年纪拢超过50岁。台北市长蒋万安希望中央会当做到高风险离校专职医师的制度，同时还建立共访机制。未来我们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共访机制，比如说，如果这一次有一个彼此相互通报的机制，让更多人能够注意到问题。卫生部伫12开专案会议，做出6点的结论，建议未来若是有出养的必要，袂当甲评估、媒合、暂时安置甲收养了的访视工作，拢交予民间团体执行。出养时阵，也袂当只敢若评估家庭的经济因素。另外就是管理机制，尤其是照顾3岁以下，应该较严格规范义务的资格条件。过来就是访视频率，也个建立无责任的退场机制。另外，爱结合幼儿专职医师共同来关心。因应这边儿童被虐待致死的案件，也暂停立法联名新收出养个案。发文给儿童福利联盟，我们会要求他要暂停新收出养儿童。那已经还在做媒合程序的县市政府，也要跟这样一个收出养的媒合机构，特别是儿福联盟这边要通力合作，一定要来加强访视。伫目前全国总共有8个民间团体是收出养的媒合机构。卫生部强调，未来对于收出养的个案，地方政府公权力爱更加积极的介入，加强访视，确保囡仔会当伫咧收出养的过程中得到上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虐待囡仔致死案件，检方扩大侦办，有去了解李学联名社工的访视记录。今日李学联名昨晚开记者会释咧，这个负责去访视姓陈的社工，是依照涉嫌伪造文书、过失致死，列作被告，30万交保。穿白色的外套，亲友伫咧边仔护送，行正紧离开地检署。涉嫌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罪被列作被告的立法联名姓陈的社工，经过检察官侦讯了，12以30万交保。有没有落实访查？台北市4楼的尼姆啊，涉嫌甲新北市1岁外查甫囡仔虐待到死，被收押。外界也关心立法联名的人员究竟是毋是有实际定期去看？检察官怎么要调查访视报告甲相片敢有资格？你们的社工有传假的照片？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这个真的不是家属，因为我们一直有跟委托的家属都有。所以你们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疑虑？是。4颗牙齿都掉了，这件事情毫无异状吗？掉牙的时候，我们也约了牙科医生，一切都进入了司法调查，我们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交给检察官了。
离合联盟赢咧会室的，不过一条性命已经无法度交代。新北社会局规划，规港托育的义务啊，以后会加强访视，自这么一年4遍增加到6遍。台北市也调整访视的频率，也建议中央制定3方强访机制，增加社工访视的敏感度。那至于保姆端的一个县市的主管机关，原来每3个月1次的一个访视，我们会增加为每个月至少1次，将全力陪伴家属，提供所需的协助。针对社会局服务中的儿童，将会增加访视频率。新北市议员杜冠廷引述定证者的讲法，认为新北市社会局的回应有出入，这期出养查某囡仔不是家属主动，是由社工所提出的。怎么进出养程序？新北市政府什么时候得到他们家的需求？社工有没有去访视？对此，新北市社会局回应，囡仔的老母伫咧有薪的时阵，就跟社会局一个离合联盟联络，并且有签出养合约。要联络袂到老母，才会联络囡仔的阿嬷。因过阿嬷无法度照顾，才会出养。相关的讲法，伫咧反映监护权裁定书的内容内面拢有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看，准总统赖清德今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强调就任以后会继续维护台海和平，希望美国会当继续支持。今日另外一方面，咱的准副总统萧美琴，人嘛已经去到华府，媒体报道，可能是要甲拜登政府的官员讨论施政方向。准总统赖清德13接见美国华府学者代表团，包含老朋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兰仪、甲前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华祖强等人。赖清德表示，虽然面临中国威胁，不过选举结果显示，大部分台湾人坚定捍卫台湾民主。重点了爱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也期待能继续得到美国支持。我5月20号就会跟美琴上任。那我们的重要工作在政治上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然后带来印太的和平跟稳定。赖清德特别强调，甲萧美琴会共同领导国家，不过接见时阵煞无看到萧美琴。路透社报道指出，台美官员低调证实，准副总统萧美琴已经到美国，这礼拜咧进行私人行程，包含整理留伫美国的个人物品。华尔街日报是指出，萧美琴有会见美方的官员的计划，会甲拜登政府官员参详台湾新政府施政理念，佮规划伫华府了后的行程，会继续用私人的身份访问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向美国表达一个明确的讯号了，就是他执政之后的这个台美关系、两岸政策跟对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会延续过去蔡英文政府时期的政策，尤其是维持所谓的现状。萧美琴这段美国行程正保密，不过中国驻美大使馆也是表达强烈反对，强调不应该甲美国官员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过，美国国会议员正支持台湾，自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了后，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和党籍共同主席巴尔13也表示，会来台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典礼，表达对台湾重视和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船丙船2人死案件，双方是敲15届，也敲无结果。中国就批评讲是咱唔知影检讨，要求要赶紧公布事实。但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是表示，这个过程无录影，这点确实是咧。针对于抚慰金甲领遗体部分，卖赶紧来公定。我要再度在这里表达非常高度的不舍跟高度的遗憾跟高度的哀悼。中国快艇丙船2死案争议无法度结束，海委会主委管碧玲13搁一摆向家属会洗礼，表达哀伤甲遗憾，因为第一阶段协商15摆无共识，中国各台办要求量早公布真相。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来拖延问题解决，民进党当局只有正视问题、端正态度，断船事件的善后协商才能重启。针对双方有高度共识的部分，管碧玲表示，包括抚慰金、遗体领回，毋望尽速做人道抚慰。若无法度达成共识的真相救济，有待司法厘清。
立委观测，什么时阵会当进入后一阶段协商？你希望赶快谈的意思咯？人道优先的部分重新谈判。那今个海域发生有中国渔船越界，苗栗外海6海里，也方看到有中国大型的渔船落入，所以因为风险大，无看到咱国海巡站第一时间管理，改用专程监控。管片人解释，有调派大型的船舰处理，也毋过有其他的处理人员在线赶去现场的时阵。中国渔船已经离开，根据统计，今年已经管理349隻越界渔船。隔天，他往北航行到大潭外海，隔天是不是？是由桃园舰拦下来驱离一艘，其中2艘脱手离开了。针对于海巡执法量能敢是不足，管票人表示，今年有计交船29隻船舰，也争取90億預算維修現有的船艦，繼續守護海域。記者綜合報道。今日針對電贊公司蘇丹紅的事件，設立的負責人交保了後，昨因為一時聯絡袂到伊人，和檢方擱再掠來說明。伊的律師嘛寫清提醒，講第一判講愛當場放人。不過檢方嘛對交保提出控告，高分院發出定裁，裁定這個設立的負責人愛羈押禁見。拜三早時撇開守候的媒體，帶着喙暗的李成大上等待開庭，因為高雄地檢署針對伊無奉收押提控告。高雄高分院發回電已經裁定，上午10點開庭，上午才會計調，但是前一天所對着鏡頭講冤枉。有分析過嗎？沒有，可以看通聯記錄。9點26我沒有接到他9點26有一通電話我沒有接到，然後再來的部分就沒有接到衛生局的電話。講無要去要逃走，李成大想講，伊只有一通電話無接到。毋過12號上午，市府衛生局等相關單位發現找無人，去伊戶籍嘅地址，厝內人嘛毋知伊去倒位。警方最後佇伊前某嘅厝樓骹，發現當要離開嘅李姓男子。通報調查局甲人具體到案，說顛倒和大雄嘅律師質疑具體定數無合法。這樣是不符合我們的刑訴79條規定，79條規定具體人犯或被告的話，要有拘票的正本。留置李姓負責人的時候，並沒有出示拘票，且執行機關提出的高雄市衛生局公務電話記錄，也沒有看到李姓負責人有拒接電話的情形，故認為本件拘捕程序不合法。記者王劉廷丹、香港報道。食署今宣布，即時開始加強邊界管理，只要驗出蘇丹色素產品的製造商，攏將要禁止進口。國民黨黨團今日開記者會來批評，講食品安全是完全曝光。衛生部部長許瑞元加食署的署長吳秀梅應該愛入台負責。辦抵押無借蘇丹紅辣椒粉的代誌愈鬧愈大。除了辣椒粉、沙茶醬之外，其他親像是社衛生機關洗手盒也受影響，甚至連陸軍的後勤指揮部貨食供應中心也調標。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第13開記者會，批評食安誤權已經曝光，並且再一次點名衛生部長許瑞元加食藥署長吳秀梅就要下台。薛瑞元是不是跟待退老兵的心態一樣，只要數饅頭混日子？食藥署署長，我們在禮拜一的記者會已經正式要求，應該要負起政治責任。為了補救，食藥署宣布將會跨部會合作，以後若是有負責人登記地址共款的公司，經濟部會甲清單交予衛生部加強查緝，同時還加強立管有食安疑慮的化學物質，並且無限期禁止有驗出蘇丹紅色素產品的境外製造商或者是出口商的輸入。含有添加蘇丹色素的產品，這些辣椒粉會無限期的禁止這些境外的製造廠或出口商的輸入。吳秀梅強調，自3月7日開始，無論是邊境輸入食品，或者是後市場，若被查到違反食安法、有毒或者是含有害人體健康的物質，偽造摻假或者是假冒的代誌，會立即停止伊輸入查驗的申請，甚至是直接銷毀。那到3月12日為止，蘇丹紅相關的違規產品總共下架加封存20萬5000多公斤。記者綜合報道。這個蘇丹紅的事件是愈假愈誇，今麥閣查到王品的子公司萬仙沙地醬加阿基賽品牌川味雞肉嘛有用到。
阿基西发出声明回释咧，讲到个人的品牌川米鸡肉受到苏丹红事件影响，528盒的产品已经卖了啊，会阁协助退货。另外，台中市嘛查到王品的子公司万仙的沙地酱有问题，王品是表示3月7日之前已经把产品隆重回收。新华消息，这电钱到底敢会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目前也未定案，不过一定会考虑到民生甲物价问题。另外是针对工商协进会讲 AI 产业的用电会较伤，和政府都要重视用电的问题。王美花是回应讲，会搁详细来评估。经济部自10日开始，连续4天开电价审议工作小组会议。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拢也未定案，抑搁等待电价审议委员会讨论。严格展望2024年。AI 产业是大趋势，就惊讲会成做正电的怪兽。工商协进会希望政府爱正视 AI 用电的问题，考虑未来电力配置要安怎调整。那像这个 OpenAI 他们在做训练的阶段，因为资料量非常的大，然后需要运算的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确实用电非常大。那台湾的部分比较偏向后端，相对上是量体是比较少的。世界电价是毋是要起，平均会起偌济？民众甲企业拢真关心。要立委呼吁，唔通伫咧年底进前，连30年拢无调起的水钱也要底起。尽量伫今年年底卖起水价，会使袂？谢谢委员建议，对。我们会把委员的建议这个你可以努力吗？这方面可以努力，这是避免物价整个再上来嘛。是物价上涨就跟那个变了心的女朋友就回不来啊。台水补偿说明讲，今年也无要调起水费，但是有立委认为，工业用电要起，民生用电也要起，对一般民众来讲，等于是相同调起。如果你已经涨工业电价，其实就会影响到民生的这个就是消费者的指数了。那未来如果再涨民生电价，那就是等于对他们来讲就是双重涨价。王美花表示，经济部会优先争取政府补助，但是补助金额偌济也未定案，行政院也伫咧试算，也过会甲照顾民生、平均物价等因素拢纳入考虑，尽量甲调起的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万项拢咧起价，政府又搁要调电钱，各界拢真惊讲这物价又搁去起袂停。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是表示，假使若要去考虑到起电价部分，有搁在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起1.85%。伫外口食成本一直拢真悬，即摆就连挂号看医生可能也要加出钱。民众钱袋啊是一直求水，加上4月份电价要起价，目前传出整体电价平均调幅度差不多10%到12%，引起外界烦恼，可能搁一摆影响物价。再去主计长朱德明伫立院表示，若是无考虑起电价，有过今年消费物价指数是起1.85%，痛苦指数一直在飙高。物价一直在调，但是薪资没有调，那造成我本来可以买，可能面包买10个，现在可能只卖6个。基本工资每年都有调整，而且公务人员的薪水到这个8年来啊，也调了大概11%。伊表示，疫情结束了后，痛苦指数有较悬，不过甲其他国家比也是真低，而且根据台电初步规划，未无差别来起价。用电大户，尤其是外销比重较大，起幅度会较悬。有立委也指出，全国生产台积电是用电大户、大企业趁钱的情形之下，电费钱无应该由全民来付出。对超高压用电户，起电费钱的机制应该有更较进一步的规划。台积电大概是占台湾用电的8个百分点。对，的确，他们大概1年的用电大概181度。工业用电一样，民生用电一样，都是等于是在补贴的状况啊。他既然这么赚钱，就不应该电价再由全民来给他买单。据我了解到，那个是他们是有分那个越大的越赚钱的越不应该得到补贴啦。伊也表示，台积电真努力来省电，也俾真侪力量。不过，确实若有真侪出口商由政府补助、因公司补助各大消费者，目前电价规划方向都是针对民生用户，小店头起较少，才有拢全面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这劳保年改何时要发动？劳动部长郝明春是强调，拨补是即马唯一有共识的部分，后续会继续来沟通。另外，敢是要用政府扣税超过部分来补贴？郝明春是表示会继续来争取，让劳保财务更加稳定。劳保经济精算负债超过13条，等于是平均每一个人为劳保派债大约56万。未来恐惊破产，劳保年改什么时阵启动？各界关注。劳动部长郝明春13到立法院备询，强调劳保改革中，拨补是目前唯一有共识的部分，会继续甲劳团等各界沟通。唯一有共识的就是拨补了哈，所以我们从2020开始就已经连续5年拨补哈，到今年已经编列2670亿元。来拨补这个劳保基金。对税收超定监视投入，郝明春表示，行政院还未规划，会积极争取，让财务更加稳定。也毋过，立会也是烦恼，劳保基金只靠拨补敢经会了，也烦恼破产，这样啊，这劳工会受害。2039年以后，劳保将会达到这个给付的高峰。每年都要给付超过1兆，劳保不会破产吗？财务的问题啊，哈，的确就是要去面对了哈。那所以，但是这个也是政府办的保险，哈，政府一定会负起给付的责任。不过，财务的问题一定要是解决了，拨补只是先踏出第一步而已。因为屏东民用工厂大火爆炸案造成严重伤亡，立委关心劳动部监视已经将劳检款为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收回，也关心安怎职安地图上无标注民用工厂。如果有明阳这个公司在，但是我们的职安地图里面居然没有明阳会写哪？这程序是经过我们职安报告书核定才有做上网公告，这是有属于涉及人民权益的问题，要配合火调单位的火调建设的原因，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还在程序中。另外，因为政府规划为公务员增加7天有薪幼儿照顾假，甲劳工有7天无薪家庭照顾假差距真大。对此，郝明春表示，安怎让幼儿环境更加好，劳动部会继续随时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桃园的白镇又个传出讲建商施工害到地基漏气的事情，有受灾户出面指控讲黄庭建商施工造成附近的18户人家厝出气，要求政府爱协助因讨公道。黑心建商，还我家园！桃园平镇10几位民众13早起一个建地头前有被报条，指讲无良心的建商施工造成附近的地基挖空去，18户的厝拢厝歪去，并逼询太路也逼开，建商一直拢无出面解决处理，民众感觉真无奈。都一个手都可以伸进去，一直倾斜，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都一直没改善，然后房子都一直下陷。房屋一直倾斜，我们每天过着心惊胆跳的日子，要造成到误导人命关天之后才要来处理吗？被指控的黄庭建设9月要起地面7站地下1站的集合主体，108年挖地下室，造成附近的厝受损。监管处在会勘了判定是属于施工损害，并且列管。在去年，国再派土木技师办侵开挖损检，国再要求建商积极处理。那接下来的协调，他们一直都不承诺修复。那到现在5年了，每一户的受灾状况都是逐步的扩大。本处将于近日再度派员去工地稽查，确认损坏是否有持续扩大，甚至有无影响公共安全之疑虑。监管处讲，若情形继续扩大，或者是影响到公共安全，监管处会立令停工。因为建商一直想要把基地附近的主体拢买起来，针对建商造成的损害拢无想要补强。民众质疑建商是恶意想要让财损继续扩大，造成围楼达到收买目的。议员建议监管处爱加强稽查，扩大检视无良心的建商其他的工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一个富人人进前赛车去载查某囝，车只停好势，规身躯煞向未起来，爬袂起来。加在有查某囝进去找人报警，送医了后无大解。医师是表示，可能是最近的天气骤变化，佮无食物件才来造成。一个富人人规身躯无力，坐伫咧驾驶座，警察赶紧甲撞访，讲互救护人员知。
小姐没有胸闷，然后突然晕眩。救护车随甲这个姓区的妇人人送病院，也车顶2个查某囡仔带一下，警察赶紧按打了后，把因带回去警察局。温馨的画面，好温馨的，我也好想要女儿，来坐。原来苏东是这个女性载2个拄下课的查某囝，当要买点心来食，不过车接我边啊，姓区的女性就无力，甚至头晕。2个查某囝随化救人，四边的店头家嘛协助报警察，才下户救这个妇人人。小朋友有拿手机报警，只是他没有办法说出他妈妈的在哪个地方了。我们只是告诉救护车说那个地址在哪边。一方面。请这个救护人员把他送往医院来做救治。那另一方面通知家属医生表示讲，最近温差大，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族群嘛爱提高警觉。若是讲腰过肌遐是食食无正常的族群，嘛可会造成血压、甲血糖上过头家。主要就是会倦怠啦，肌肉酸痛，或者是全身抽搐，或者是肢体无力，甚至是会晕厥。这一种的话，有时候厉害的话，会导致心律不整，而有一些生命的危险。医生佫讲，唔若爱穿好烧，食食爱正常。若发觉讲有头晕、无力的状况，必要的时阵会当啉运动饮料补充电解质。若是无较好，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台中报道。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宜兰的碧口温泉区，目前是县府的管理。去年煞发生验收款互人偷摕去的代志，结果抓袂到人，就要求讲这损失都要管理人员共同来担，这是引起基层的不满。但县府是回应讲，这钱欠的部分，工商旅游处长会来负责。天气寒，浸温泉全新小复活，宜兰县南澳的碧口温泉被叫做是全台三大秘境温泉，吸不少人来食。所伫去年8月传出营收款煞胖去，不止现金少5000支，包含票券甲车资介绍表也拢无去。这个我都不晓得。几个管理员拢讲唔知影，不过碧口温泉园区由公家管理营运，宜兰县府报案了后，警方无抓到人。伫发生代志这一天，当地的县的职员经过检方调查，也得到无起诉处分。不过县府却要求现场6个管理员爱家己出钱赔钱来弥补损失。因为找不到那个遗失者，这就是大家一起平分的。所以你觉得合理？对啊。这个跟其他同事又没有关系，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事情。县府管理措施所付钱离奇消息，反倒都爱基层来负责任，部分民众认为安尼做无合理。既然县府也回应，最后管理权责由工商旅游处长来补回胖去的钱。那这个初步方案，因为最后的决定是由府方这部分来做最后决定，所以公旅处的处本部以及府方最后的决定是基于最终的管理权责，所以这个部分5200元将由处长来予以补足。专案发生了后，宜兰县府强调，经过内部检讨，已经建立安全机制，亲像将监视器对准保险箱，伫操作的时阵也需要有2个人会同，才袂辜负钱胖去的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罗西亚昨去乌克兰25只的无人机攻击，几啊座燃料库拢总导火，佮亲近乌克兰的军事团体嘛发动连续攻击，造成死伤。罗西亚国防部嘛表示，已经有发动反攻。乌克兰几60台无人机甲火箭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夏诺夫哥罗德州的 North 炼油厂受到严重的破坏。有消息人士讲，厂内主要的原油分流设备受损，至少一半生产拢停来。这个厂每年精炼差不多1580万吨的俄罗斯原油，占精炼原油总量的5.8%。另外一个精炼差不多490万吨的汽油，占俄罗斯总量的11%。柴油燃料的6.4%，燃料油的5.6%，加航空燃料的7.4%。另外，乌克兰也有武装代理人对边境入侵俄罗斯。Это все приурочено к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м выборам в кавычках, к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й процедуре. Вот мы граждане России. 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讲，已经把乌克兰武装部队加破坏加侦察组织的行动拍败。乌克兰代理人至少7遍想要跨过俄罗斯边境，不过拢无成功。После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обстрела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объектов, украинск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танков и боевых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ашин предприняли попытку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на 3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Самоотвержен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все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отражены. 俄战争2年外来，双方拢用真侪无人机攻击重要基础设施、军事设施，一个部队驻守的地点。即便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上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行动，俄罗斯讲规工拢有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来，因也伫咧境内几落的所在，甲25台拍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再来看巴西里约昨是发生劫公车案件，一个查甫人开枪先射着2人，佮押走17个人质。经过3点钟了后，才向警察来交hàng，人质是全部安全。火车站全部封锁，利用警察厅出动特种警察部队加大配警力进入，将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区。嫌犯已经将枪片条导航，进行开枪劫持巴士，劫持人质的警定警示拢应解读。Não, ele não está identificado ainda. Ele tem um celular, ele está armado com uma pistola, né? Mais uma vez. 昨日下晡，嫌犯伫新纽约车站即台准备开去，米拉斯吉拉斯州指挥弗拉奇的巴士外口开枪弹伤2人了后上车。Muita criança desesperada, os familiares estavam viajando, entendeu? Funcionário também da rodoviária correndo. Foi um caos, caos terrível. 有老人囡仔在内17人遭到劫持，特种警察部队赶到现场谈判。伫现场的人表示，有2个朋友就伫车顶，讲车来进行，迄时阵大家拢真绝望，唔知所落去发生什么代志。根据地方媒体报道，这查甫人是通缉犯，打算要坐巴士逃离里约。警方表示，伫谈判成功了后，嫌犯投降，互警方逮捕定性。里约是巴西第2大都市，啊，不过长期以来贫富差距真大，造成高犯罪率。巴西媒体报道，这几个月至少也阁发生2件开向里约热内卢车站的巴士被劫持的事件。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正经阁有研究警告，帕金森症是目前病例增加上界快速的疾病。按算到2040年，全世界大约有1200万人会去患着帕金森症。即马上新的研究阁发现，会去治疗帕金森症，可能是和14种的农药有牵连。骹手一直拖甲动作障碍是帕金森氏症患者的主要症状。疾病起因是人体脑部物质组织多巴胺神经细胞退化所造成的。得病了后，体内无法度去制造多巴胺，造成病患运动障碍。医学界到今也无法度确认帕金森氏症的成因。那4月份，特别伫美国神经学会2024年会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特定种类农药可能对大脑神经元造成帕金森氏症的产生。研究人员分析2100多万份的医疗保险数据，发现有14种农药甲美国落基山脉甲北美大平原地区得到帕金森氏症的风险提悬有所关联。其中有草莓症、灵丹甲草脱症等3种农药的致病关联性上界强烈。目前后面甲英国禁用这3种农药。这份报告还未经过审查，也毋过已经提供医疗界甲研究人员新的研究方向。2018年国际研究就指出，帕金森氏症是目前病患增加上紧的疾病之一。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针对帕金森氏患者出现幻觉的病症，研发出检测工具，试验将2支机器手骨放伫帕金森氏患者的头前甲后壁，后壁的机器手骨营造存在幻觉，也就是身躯后壁亲像有人的效果。受试者透过虚拟实景眼达看荧幕的图片，回答看到几个人，照出会当检测受试者敢是有认知死体风险。They ov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they see on a picture which is flashed on their screen. 这项研究检测170名帕金森氏患者，有69人出现幻觉的症状。研究也发现有存在幻觉的病患，佮较会将图片内底的人数算较侪。As there are no therapies for cognitive decline in dementia at the moment, you have to start the therapy very early. 研究这个团队也佮开发线顶版本，希望会当收集佮较侪实验样本数，来知影帕金森氏症的奥秘。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转来看国内这年末虐待囡仔致死案件爆发以后，是引起社会讨论。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是第一摆针对这件代志接受访问。周万安是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改善机制，要让社工较早去访视托育人员，嘛希望和中央建立共同访视的制度。
台北市一个1岁的囡仔，去年底互合格的养母照顾，所互哭到死亡。目前专案由台北市地检署侦办当中。最近案件大众关注，有台北市议员要求台北市府爱用地方政府的权力增加访视托育人员的频率。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第一摆出面说明这个案件，讲会延期改善，除了会提高访视率，也有提出共同访视的机制，包括委托方、受托方、保姆辖管方。有一个共访的机制的建立，我们很希望能够跟中央一起来做。我已经要求社会局，我们即刻的来提高访视的频率。所以对于出养孩子在中继受保姆托育的，我们提高每个月至少访视1次。然后的全日托育的情形，我们每年也至少访视6次。外界质疑养母甲社工的管理培训地方政府敢无责任。蒋万安讲，即马社会局当咧开始对养母的认证、考核并监检视。针对疑似考到囡仔会泄露的台北市认证合格养母，进前照顾其他囡仔敢有异常？社会局调查发现，讲过去某有家长反映囡仔的尻川配红。前面的几次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有检视。那确实有一位妈妈有提到了屁股是红红的，那我们也跟家长跟保姆这边来做相互的一个了解跟确认。那当时都有获得这个相关的协助，也做转出的一个处理。好，当时并不是因为认知为照顾不好而做这样的处理。社会局表示，过去有囡仔尻川配红，迄时家长方面无认为是伤害，并无认定这个养母有问题。即马有声音认为，负责个案的社工有问题，无及时发现问题。社会局表示，社工的工作量大，无一定通发现每一个问题。社工是基层，台北市社会局认为地方、中央甲机构即个单位应该建立共同访视机制，作为合作来防止社会安全网的乱碰。记者高伟、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这个负责去访视年母的社工，互警方扣手铐来上班。社工工会就日指讲，这扣手铐的正当性，也要保护社工的军事。目前扣手铐的部分有疏失，会甲带队的侦查队长送去处分。昨天呢，其实很多人都失眠了，像我昨天失眠到4点，然后6点半就要起床，来上班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恐惧。日后天平的社工，互人扣手铐上班的这个画面，基层的社工看到是真惊吓。有人讲这是社工集体受创伤的日子。警调单位却故意把他的刑具露出来了，是不是就是检方为了要取悦社会大众而做了这场表演这样子？台北市社工工会质疑警方扣手铐更有符合正当性甲比例原则。不过，社群平台顶悬部分的民众是认为，会扣手铐代表有证据，若躯体到案就是爱扣手铐。民间事改会表示，刑事诉讼法规定，使用介过比例原则，就是爱避免互人看到。台北市警方甲台北地检署，就爱检讨这摆使用手铐敢是伤超过，更有符合正当性，爱公开来说明。而且目前案件当咧侦办，警方爱避免公开画面，嘛爱有因应措施。不过代志也未确定，扣手铐的画面即马煞世界的风声。这个部分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这种状况，我们就最担心的就是它妨碍到后面的侦查，或者是对于被告有一个过度污名化的状况，那对于将来的审判也不公平。社工呼吁日后人民，请董事长莫把责任当中撒互社工，主管机关爱有担当。因强调，全台湾的社工看到媒体报道放送的画面，已经造成无法度恢复的创伤，甚至可能引发侪社工考虑被离职。记者综合报道。公路局有伫台东开一条9公里长的关山顶外环岛，不过所风声讲，国防部要甲利用做战备跑道，在地要求国防部应该甲跑道设伫咧未来要开的华东快速道路。关山镇的民众12下昼伫咧顶公所外口举抗议的牌仔，反对国防部甲空军要伫咧华东公路关山镇外环道起建备跑道。那我们现在因为都有用植保机，也会影响到我们了。炸掉的时候，是不是会对成我们关山的证明的生命财产造成一个威胁？华东公路车流量愈来愈大，公路局利用台东关东侧环道，正伫咧去9.5公里的外环道要小偷车流。
英国空军拍算利用其中一段至少2公里做箭鼻刀。本来征收私人土地甲农地面积是64.5%，不过若做箭鼻刀，征收的范围会增加到67.1%，可能会影响猪仔的生产，也会限建。伫咧说明会，德平甲管区拢反对用农残化战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表示，军方未甲民众对立，这嘛抑阁伫咧规划阶段尔。那拓宽道路的已经有要征收的计划了，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我再多增加一点点，尽量减少影响程度之下来设这战备道，这是我们当初在这里设计这个战备道的这个用意。你要不要拓宽啊？要。那给你拓宽成战备跑道好不好？不好，听到没有？不好。因为公路局又搁重新启动10年前规划花东快速道路可行性评估，地方的民众建议，伫咧国防甲民生兼顾的考虑下，会当将箭鼻刀改设伫咧花东快速公路。空军的参谋长赵正平表示，会将这边说明会各界意见早登去研究，保证绝对袂迫害民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旅游复兴，小港机场的出入境人次已经恢复到疫情正常的7成。有旅游业者是认为讲，应该爱取消宵禁，在地冇不共见解。高雄国际机场来来往往的旅客变真多，大家拢要出国佚佗。不过高雄国际机场有宵禁的规定，过饭点飞行机就袂当飞。过去因为飞行机的声音会影响居民的生活，伫1993年实施宵禁，到达30天。到附近居民有人表示，其实飞行机的声音袂差，也有居民讲会影响生活。有量是介差啦，啊，这要刷一个迄无简单呢。跑道伫挖伫迄边，啊那伊即摆驶入出去，阮这边都无影响嘛，啊，就飞入就去去啊，啊，阮遮都无感觉啊。根据高雄机场的统计，今年2月游客出入境的人次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73%。李行工会理事长表示，大多数的游客拢希望出国会当较早去、较暗回来，建议爱将宵禁取消。游客也认为，若是飞行机的航班伤少，机票会较贵。航班减少，机票会贵一点，那旅客也没那么方便，选择不多。还是对我们要出门旅行的，当然会有影响很多。所以还是希望解除。高雄小港机场的班次会较少，都是因为这个宵禁的问题嘛。那所以阮旅行业的嘛希望，这宵禁会当解除，还是讲适度放宽。目前高雄机场也是维持饭点到透早6点半禁止飞行机起降。市长陈其迈日前也回应，高雄机场若是要取消宵禁，必须爱考量真侪因素，爱谨慎评估。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高雄市天狗日疫情咧拖，顶礼拜是搁加3例，卫生局嘛搁再呼吁民众会积水的物件，拢爱赶紧清掉。若查到水池咧洗，上当会罚甲15000。防疫人员为民众处理积水桶内底抽水，确认是毋是有摊白网。气候变迁，互高雄的寒天变搁较温暖，加上最近搁有落雨，顶礼拜搁再增加3例天狗日案例，分别伫咧凤山、林武、甲新兴区。今年已经有121例，目前也搁有6区22个例列作警示。请配合我们的扩大疫调裁剪、滋生源清除、喷药灭蚊3合1的紧急防治工作。如果我们经查获有滋生病媒蚊的幼虫，我们最高会处新台币15000元罚款。防疫人员伫较真正附近的路段除药啊，卫生局提醒，离离扣扣的物件若是占用着路，拢会影响到除药的效果。为着防疫，市府嘛要求住伫较真正附近的里民爱抽血检验。案例的周边这个200公尺整个范围，他都会到家户里面去宣导，家户里面去做那个水淹式的喷灌。虽然即摆毋是天狗日的高峰期，不过南部的天气较温暖，也是爱注意。医师提醒，若是有发烧或者是酸痛等症头，就要赶紧去病院，互医生诊断快筛。他只有纯粹发高烧，然后他并没有一些上呼吸道症状，然后他说他可能全身酸痛，尤其是眼窝特别痛，然后他可能身上还有一些典型的一个疹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高度怀疑。医师表示，天狗日依照病毒的抗原性，佫会当分作4型。感染过了后，若是佫握着无共型的病毒，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出血天狗日。卫生局也提醒民众，就要做好环境的清洁，做伙来防治天狗日。记者陈焕武、柯正子高雄报道。
订麻仔时间就已经过啊，不过伫咧宜兰沿海也有真济麻寮。这县府是表示，若到拜五之前拢无人去处理，全部就要隆重拆掉，做废弃物处理。将本树集中拆麻寮，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古麻仔季节已经结束，暗过宜兰沿海也先看到未少麻寮无拆，若无处理，恐惊加速海中的废弃物，部分渔民赶紧来拆。没有收是不可能的，一定会收。我们这边有那个安排嘛，电流延了10几天，有的比较慢拆的，就是整堆。处理好了，他们同意来解。有渔民表示，打麻寮时阵，县府拢有登记资料，各挂门牌编号，方便管理。若麻寮无拆，县政府就会看作是废弃物来处理，所以一定会拆，避免财产损失。不过，宜兰县政府公布，古麻仔范围只有竹子口溪、南洋溪、甲新城溪出海口附近，还回来麻苗县政府和渔民伫15进前拆掉。不过，范围外不立管的麻寮要安怎处理，由谁人拆，真做这问题。基本上15号之后，还遗留在海岸边的漫寮的部分，我们就直接视为废弃物，由县府这边跟依照向海之间的分工原则，跟一些相关单位一起来把它处理完成。无伫公告范围内麻寮，有关有海环主管机关有的是无登录地，无主管机关。县府表示，到时阵会依照向海底境北带分工原则，请各主管机关斗阵处理无登录地上的麻寮。县府15点后也拆掉，避免环境破坏，呼吁渔民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一间专门咧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单位，打造出百外平餐园，种菜色果子，佮饲鸡生卵，卖农产品，互学者培养出独立做代志的能力。中心照顾家己种的青菜，已经来中心服务3档外学员表示，即马无论是种菜也是种水果，对伊来讲拢是小可代志，一点仔拢袂辛苦。很高兴爱护这个地球，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会不会很辛苦？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对我来讲已经习惯了，自然成习惯。栽种这些的那个菜菜苗，那另外他们也会做收割。更可爱的是，他们会把这些草都拔得很干净。成立超过20年的新竹爱恒客能中心，为了培养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能力，特别打造出一座餐园，内面有饲鸡、种菜、种果子，农产品会提去市面上卖，身心障碍者有工课通做，也有材料赚钱，让他们也不止手心不再向上，他们学习向下。当他们把奖励金带回家，甚至去买一些家里的所谓的卫生纸啊、洗衣精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带回家，爸爸妈妈都感动得流下泪来。今年的种树仔节，中心专工邀请企业来参加活动，在餐园附近参中心的学员做伙种树仔，肯定学员的表现，把这的身心障碍者培养自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西瓜面是南部特有的食材，台南的丁州国小就开食农教育课程，全校的学生做伙体验做西瓜面，而且佮打造出无机的学习环境，无论是咧讲课，也是囡仔互相交流，拢是讲台语。囡仔郑永仪考一年，大家手提钩仔要甲这粒皮写好清气，因准备要做的就是台南沿海在地家乡的滋味西瓜面。每若春天西瓜咧生长，客家的瓜农就会去田进行收割，慢落来就是摕来做西瓜面。这个丁州国小邀请社区时代来甲学生制作，用个参北门正仔的盐结合。校方讲透过体验，囡仔对故乡的文化会当更加调白。我写的是西瓜面。我做歹食，我做好耍的。上介意小皮。你写几粒啊？15粒。带囡仔做西瓜面，这是阮家出产，阮家在做，别位拢无，别位做的和阮家无共啊。安怎讲？因为这做。这食的无共啊！过年级有无共的任务，起头用先烤皮，再搁切头一片一片，落尾搁撒盐落去炒，洗好再搁倒入汤啊，准备放2礼拜等发酵。这若亲像一个小型的加工厂。这摆新农教育的课程，唔干那教功夫，校方嘛打造合适补给的环境，互囡仔开喙
讲无语。这流程是安怎？用台语来大家教，教讲是安怎西瓜米要叫做西瓜米，安怎去做的过程，拢用台语来讲来传咱这母语，安尼互大家知影。较高年级的囡仔会甲切西瓜，嘛爱生西瓜。中年级、低年级的，因个伫边仔做见习，因个知影讲后摆我就是要准备做这个工课。客家顶少是台南西瓜主要的产地之一，因为我北江溪土质有坚稳的沙地，西瓜着甜佮把水，真受欢迎。即阵社区甲学校斗阵做季节限定的西瓜面，甲这项传统的料理佮延续落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美国的阿拉斯加当年拢会举办狗仔拖雪车比赛，狗仔爱爬行撩溪走1600公里。今年就2只狗仔比较无体力死亡，统计这几年已经有超过150只狗仔死亡啊。动物团体嘛呼吁，这款活动就应该爱停办。今年一度的爱迪塔罗高球摔跤赛青沙起跑，这是阿拉斯加传统的冬季活动。摔跤手甲10几只摔跤犬组成的车队，爱经过1600公里冰封险恶的环境，爬过2座山冰冻的玉空湖，西坎调的白令海，大约爱用10天，才会当到都金高镇落幕，冲向终点争取胜利。也毋过查团出有2只比赛犬不幸死亡。Two dogs died at different points of the race. One belonged to Musher Isaac Tieford from Salt Lake City. The dog just dropped about 200 feet from the village checkpoint. A vet was there. Vet came out and did about 20 minutes of CPR, but the dog died. 2只摔跤犬伫第8天，大约走到1000公里的阶段，未堪你倒落去，验尸无法度确认死因，也爱进一步检查。所属的2支队伍拢是菜鸟啊参赛，也遵守大会规则，主动退出。动物团体现代动物组织讲，这几年来已经有超过150只摔跤犬为比赛死亡，批评针对强迫狗仔走甲体能失控来死亡。只为着得到胜利奖杯，狗仔煞得到冰冷的蒙啊！也说服阿拉斯加航空、艾克森美孚、富国银行甲克莱斯勒等大企业停止赞助比赛。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and animal rights group is a very vocal critic of the race, and they are calling for the race to end. 这是爱迪塔罗赛5年来头一摆有狗仔死亡，也毋过训练过程也是高风险。几个月前，就有赛地乌多摆弄到车队，造成摔跤犬5死8伤。目前排名第1的高阶冠军卫冕者希维，开始比赛无偌久，就有狗仔甲麋鹿冲动受伤。现代动物组织指控希维无视处理狗仔的伤势，将胜利看得比狗仔命较重要，要求伊退赛。也毋过主办单位指伊涉赛麋鹿了后，无正确处理，增加2点钟出时间，对其他指控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论。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19度至26度。南部地区21度到27度，东部地区18度到22度，外岛地区10度至22度。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